爱情到如今都亲像是迄段风吹长线，手牵情线已经失人影，风吹飞去出去为虚幻。你我分开，你敢会开我？你敢会想我？伊敢有对你唱歌？风中花蕊风吹看无影，风吹长线无意外。你我分开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宋永谦，今日来介绍我的作品，有王宗平的《王党》，王世贤的《长线情》，林珊的《鸳鸯泪》，秀兰玛雅的《真心话》，还有许富凯《最爱你的人》。若是要了解我其他的作品，请您继续收看《心所爱的歌》。心所爱的歌，后边迄个叫做心吼，做来心所爱。我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哦。宋老师是一个客家人，但是我唱伊的歌，甲看伊伫做歌、写歌的时，我深深感觉就讲，伊对台语的研究，伊对台语的执着，甲迄个认真，我真正无伊的1%。我真正深深的感佩。伊的歌词吼，甲伊的 melody 斗起来，特别文雅。这文雅有一个优点，就是讲，咱愈唱愈爱唱，愈听愈好听。宋老师，你是我上界敬听的老师。你对台语歌本土文化的执着、的认真、的拍拼，这毋庸置疑，我拢有感觉。但是我作为一位好朋友，也是你的学生来讲，我深深有这种的想法，就是讲。你遐尔认真，遐尔拍拼，遐尔执着，但是所有的工作拢你家己伫做。有时为了本土文化，为了咱台语歌，常常做甲三更暝半。我希望你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。你的身体若勇健，你的身体若一直无问题，我相信对咱本土文化才是福气，因为你会当做真济，更较赞、更较好听的歌流传落去，互阮大家。这是一种的福气。后当的你来，这久拢无来。电话愈过，声价甲真犀利。我靠实在真正有你台，你较早拢叫阮是啥坏坏。王党的你哪会这久拢无来，害阮想你心肝破彩。有缘经过，嘛请你来看卖，心里无好，中央的我走开。请你坐我来。头前三军算是公司接待，伊六连超达，加甲拢袂晓，加你加趁，我的暗爽在心内。一摊珍贵又搁一摊来，小菜拢能随小酒通海。无论辛苦关家是好是歹，任何伊爽快会记，下次要再来。无主旨，听讲你公司不在，我做过去，菜烧酒吞放来，时机无好，想着咱有命歹。请你接过来，
头前三杯看你我只换长爱，趁苦慢，你甲我双人使白白，心肝斗阵，赶紧来手袂歹，一段珍贵又搁一段来，一段爱来好势念去做风台，为着心你嘛着加减风台，只要你莫讲屁股枪大摕过来。一段珍贵又搁一段来，小菜老软随便烧酒通海，酒量好歹甲我无啥地带，只要你莫讲屁股枪大摕过来，只要你莫讲屁股枪大摕过来，只要你莫讲屁股枪大摕过来，少爷买单啦！头拄仔听到这条歌，原来今仔日心所爱的歌特别邀请到，真就是名作词作曲家本人王董的，毋是啦吼，宋英谦老师，老师欢迎。啊，观众朋友大家好啊，各真好。这条歌已经唱20几年啊。开始其实毋是王董的哦，其实是林董。迄是后尾啊，王宗平找我的时，才顺续改，开始是林董的，所以这个歌吼。我开始讲的时候，我本身无讲介意唱，毋是无介意，因为阮袂晓唱即款爱塞奶开的歌，咱查甫人嘛，吼，所以这个歌吼，这个历史吼，可能爱讲啊真久长啊，所以这歌吼，你有欣赏到吼，我感觉是也是多谢你。毋是国情尔，是足侪只爱唱台语歌，只好朋友拢真欣赏这条歌，真赞叹讲，哪有人有才调将酒场的环境写甲安尼明拄明，亲像铺在眼前共款。原来头拄啊，老师伫咧讲，伫即款营业场所伫咧做乐事哦。对，我多，阮爸讲你若逐工去酒家、酒店伫创啥？其实伊较无了解讲，阮做乐辛苦，就是你爱伫遐甲人伴烂啊。但是这个状况哦，所以会影响到阮对后壁吼，会做曲、做词一寡真大影响。因为这个歌就是为因写的，啊，我的台语讲真诶，嘛是为遮学的。一开始吼拢毋捌袂晓讲台语，所以今仔我都甲你当面讲台语。其实哦，我3、4天前我真紧张拢袂困哩。也是无要紧，你会喊音嘛？行音。细汉的时阵，什么款的环境讲开始对音乐有兴趣？是阮兄哥，吼，阮兄哥就是一支吉他摕转来，我看伊弹一礼拜，我讲哥，我嘛来学一个。就一礼拜过，我开始迄支吉他属于我，伊袂晓啊，伊讲无爱学啊。我就是对这个乐，小可有兴趣，所以我逐工咧弹，到阮母啊讲。你哪逐工弹迄首啊？拢无别首，我敢若学就是首歌尔，逐工咧学迄首。所以就迄个时间，我拢有介意音乐，我拢足专注的。袂晓，我拢不放弃，就是学到会晓为止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开端。阮哥哥是我的启蒙老师。老师，你伫做兵的时阵，我那无放弃音乐，我那继续忙，继续研究，对无？应该是讲命中注定。我咧做兵吼。我做空军嘛，空军其实吼，阮咧修理飞机时间足济啊，阮咧部队长吼，我算伊的传令兵，吼，我应该是拢会唱歌啥大吉他哈，因为军中嘛有一寡康乐的活动。伊讲这个兵个会晓写歌，吼，伊就迄阵通灵专业吼，这个上的吼，伊讲上的，即马吼，搬去士官长遐读，阮。3人一间，真正足感谢伊，也免早晚店面。即摆阮若部队长若有机会甲伊讲，我谢谢，因为伊有即款的机缘。其实我毋知影咱会成袂成，但是咱着认真去写看卖啊。吼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会使安尼讲，着写嘛。吼，所以小可吼，刻意安尼占伊的权，互咱有机会去继续踮词曲研究过伊。老师是讲少年的时阵做兵的时阵，你写歌，迄当阵就开始这歌有卖出去啊，还是无？无，完全无。嘿，写还写吼，其实咱较早对音乐界是拢认为讲，因遐前辈咧写歌啊，到底是要安怎发表，咱毋知。
较早也无啥物算通路，也无前辈，拢甲你看嘛。所以写还写，我是逐工咧写，吼。这我出来，阮就讲，这歌写了，感觉人的歌，敢若遮袂通，遐袂顺，拢会开始去注意伊算伊起承转合。吼，歌是安尼，咱研究伊，到咱就了解讲，这歌可以安怎？阮尝试改变伊。啊，老尾唱老师听我了后，是共款考吉他、考即首钢琴的艺术青，还是讲有做别种头路？但是咧直播吼，某某人，我自弹自唱，我咧引导，想说，我嘛想变做安尼，比吉他搁较关键。对，其实吼也闹一点小笑话，我就去报名嘛吼，报名迄老师讲，你25岁，替我空军做3档，你有基础无？我无咧，伊讲，免歹势啦，有啥物基础你弹看嘛？我真正毋知啊，袂晓，那有可能25岁过来学钢琴？伊讲真正袂晓吗？我袂晓。哆来咪伫对，哆来咪伫对，我嘛讲，你真正袂晓，所以伊对我无信心呢。4节课换4个老师咧，这段我嘛是讲，老师毋是无爱教我，是伊有第2节课个请假，第3节课讲老师有代志，第4节课换新老师，所以我4节课换4个老师，拢无甲教成。尾仔你是家己摸哦？毋是，迄阵我有学吉他，阮老师真趣味哦，伊弹吉他，边仔咧弹钢琴，一首吉他呢自弹自唱。我说老师你这样也行哦，好，我得听你自弹自唱。我老师，我讲，无我甲你学。哟，你毋是有咧学钢琴？老师搁请假，即个换人啊，我无过去啊，甲你学。所以我的老师是甲我同齐去。算讲伊早我半年啦，所以伊对我影响真大。伊尾啊大咧，伊走去平乐吧上班，我嘛逐工去啊。我看伊咧弹琴，我嘛替兵谱嘛。所以讲迄段时间吼，我有学到伊原来弹琴自弹自唱是安尼，所以咱因嘛兴唱歌，所以即个部分对阮影响真大。我毋是咧演奏哦。我是要唱歌，是安尼开始啊。情
我对你爱了伤过深，无必要。繁华的世事，阮看透透，偏偏情义落目屎流。3年的感情困困了了，结局变我想袂晓。怨又梦变调，梦痴只剩我在等候。怪我对你爱了伤过深。无必要。讲有法度安尼钢琴学无偌久，就开始真正靠这食青去比安怎吧，安怎去顶台哦。是安尼啦，因为当初阮老师叫我去甲台班，台班问题来啊，因为咱学的是自弹自唱，台班你就是爱应付人客。酒店甲阮的西餐厅走无共，西餐厅是安尼，阮照家己的头家娘来啊伊要老歌，咱就照老歌。好，人家我无插伊哦，我是拢针对头家娘阮一只拢是安讲实在话，人客因听歌，伊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但是头家娘爱请阮伫遮，因就是一定有欣赏的风格嘛所以头家娘拢来，我就拢转照老歌，若头家娘无伫，我拢照新歌，是安尼来。但是去台班就无共，台班是人家点歌。点台语问题就来，咱无听过，迄阵会惊吓，哇！你即马讲啥物？咱听无，还拢当作毋知所以迄个磨练啊，你压力真大真大。但是你要做这份工课，你无努力去拍拼袂使，所以爱听足济无共的歌去训练家己，是安尼开始，才我都徛遐。初拄入去的时，我会记上深。伊讲点一首，大家观众朋友拢会知，我毋捌听过《古今秘密》。伊讲《古今秘密》，我想想听咧，《古今秘密》无要紧。伊就是开始等小费，看我拢无甲叫200、500、300，尾啊皮包啊藏诶。讲老师，当时要甲我演奏。迄阵我真正有惊着，讲，予我5分钟，阮先咧拄伫隔壁两条路底下走平路吧，紧走去讲，老师，歌谱借我一个，古今秘密啊！伊讲，哇，你拢无准备，我是拄初去遐上班，但毋知啥，或者阮本来是叫是自弹自唱嘛，无人去点歌，这嘛是一个算考题，临时出来，要怎走？尾啊破题来，真正嘛甲走了。伊讲，你会晓嘛？所以自迄天过我紧甲阮咧拢叫少爷，人客是拢唱啥物歌无，帮我做者记号。我等于逐工暗半暝拢在踮咧练。这个期间讲起来，为着演奏的工课才无用，应该写歌创作，你就较棒啊，对无？我学音乐一开始是为着写歌，但是为着甲阮老师台班过。咱已经袂记写歌这件代志，因为开始做工课啊嘛。咱做了敢若会使讲一个较实在，迄边趁钱嘛有会使维持咱的生活啦。写歌茫茫渺渺，毋知有机会无，暂时甲藏的。所以迄阵拢还袂去当着写歌的念头。
正经写的，拢是算一个经验啦。啊，有成熟无？咱唔知。吼，自迄段时间的磨练，哦，10几年哦，我感觉迄个培养、迄个训练，都帮助我日后做写歌算养分，伫遐培养出来的，是安尼。伫夜间生活的场所，你咧弹琴，看过真侪人生的波折。所以虽然《王党》是一条足轻松的歌，但是内底歌词你嘛写讲，找无自己，听讲你公司已不在，来去去，今日成功，明仔载跋倒的人，应该你看过足侪对无？非常之多，包括我家己嘛是拢安尼啊，因为吼，咱讲真个也嘛爱有一寡想要做音乐的一寡朋友，恁来了解哦，虚有其表。吼，阮做音乐的，看起来作词作曲家，其实你看哦，人老师多才多艺。我定讲一句话，为了这4个字，我们付出了多少时间去练习？迄唔是讲我弹2个也就迄样呢？迄唔是逐工练，一工练几点钟，过来吼还默默无名，因为你做乐师，好，尤其我自己吼，其实爱替老师讲话。我即马有一寡朋友，少年的会起出来，歌拿歌声很好，徛咧台前，哇，唱歌真棒，掌声最多。我靠，后壁的老师就是阮这款的，无人知，就是付出了多少心血才能演奏出这些歌。可是我懂，这就是好镁光灯前需要的焦点，永远不是阮啦。好，所以我也会觉得，如果要做音乐，爱想有好势。你对他的热忱有多少？如果请问较早吼，因为无想遐济一头栽入，好侥幸能博到一点小小名气，好，我讲真，我即马若要转行嘛袂有啊，所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学习。一条歌，吹送着阮心声。爱你到这，愈听心愈来愈痛。深深的情难舍，绵绵爱去变卦，忍不住思念我头看。爱着痴情的命，伤困规身躯谁知影？一首恋歌，注定是一个人听。爱使人寂寞孤单，恨最后无输无赢。山明要手纸，海誓要听煞，斗袂我莫讲也罢。爱情若手中纸，土味孤芳无可换。歌声唱出无缘的牵挂。心声，爱伊到这，愈听心愈来愈痛。深深的情难舍，绵绵爱去变卦，忍不住思念我头看。爱着痴情的命，伤困规身躯谁知影？一首恋歌，注定是一个人听。爱使人寂寞孤单，恨最后无输无赢。山明要手纸，
手中线，土味孤芳无可换，歌声唱出无缘的牵挂。爱使人寂寞孤单，困最后无输无赢，山明要手纸，海誓要听线，斗袂我莫讲也罢。爱情若手中线，土味孤芳无可换，歌声唱出无缘的牵挂。讲起迄当阵你嘛讲啊，演奏奏乐弹琴，生活袂歹过，因为收入稳定，甚至比人有较好无较歹。啊，啥物机缘讲，喂，我翻头过来写歌，写出这条王党的轰动全国。哦，这个故事应该是足心酸，吼，因为夜间的生活吼，我定讲出门吼，拄到无共的人，夜生活嘛。下班落，你拄到的人客拢无共。有一届，阮就是真正无注意到，原来这社会后这代志，咱真正用抢劫。吼，这个不但抢劫，唱长、卡长，吼。是你下班的半路，无熟悉的人甲你抢。伊要讨钱啊，我多咱就拄着啊，吼。但是咱做乐师，这双手。就是绝对袂使受伤，所以你若一个受伤了以后，讲来你干那迄半年啊，生活啊个囡仔要甲顾，咱其实讲起来是小可是心酸啦。啊，你准你好啊，你过去工课咧，我较早上济工课，我一工差走10点钟的场，阮就一间酒吧、迄间酒家，你是西餐厅拢安尼无停，阮。无休困的啦，连阮带阮太太蜜月旅行都拢无法度，拢爱请车代班，2天就爱回来。所以自迄届开始就是规个拢落来，因无工课啊，因为酒吧拢靠老师咧做气氛，无老师袂使。啊，你回头来，好啊，要安怎生活？吼，自迄届我会记，袂使讲走头无路，其实我嘛有厝。厝内嘛有人，咱的个性咱莫讲开喙，吼，毕竟是家己代志。所以阮爸即嘛无伫，我会使讲，迄阵伊本身嘛是做，迄阵伊做保险员，阮嘛是投资足侪伫的保险了。我趁伊无注意，我拢甲卖掉。为创啥？因为我有写歌，我准备将这个歌摕去互唱片公司，但是我若知若将这歌直接摕过，可能的机会无多，所以我先找我一寡音乐师朋友一个，跟编曲嘛是爱苦嘛，吼，所以付足侪钱。恁帮我编好势，今仔讲王党，王党就是一批头一首歌摕去编的。你头一条卖出去的歌，嘛是。啊，就遮尔轰动。王党的一开始伊是无用哦，是王宗斌先摕来用。这批歌吼，伊敢收10首，收9首，敢若欠王党伊无收。好，我们为什么这首当初无被公司发现？伊讲，他算解了我心中多年的答案了。伊讲，这个歌真好啊，真好，为什么无收？伊讲，咱公司都无这款人才来唱这首歌啦。后来我才写歌的心路历程，我才了解讲，不是咱的歌无好，是你写这首歌根本无这个适合的人选来诠释。所以，我爱对家己有自信。我写的歌袂歹，但是还未拄到对的人。写这首歌的时候，当初我感觉真趣味、真可爱。我嘛因为迄阵
好酒，当时啊嘛，登去酒家代办一寡机会，我嘛请酒家的小姐帮我来唱这个歌。其实大部分拄到一个难题，因为这歌开始我爱表现是足塞奶，做了一些比较可爱的，但是伊唔敢啊，无人敢啊，大家拢个形象，包括我家己今仔坐遮，我还讲哈，国真讲要叫我唱王档的，我挣扎了好久，我等去，学生讲，老师你唔弄正经八百的人，你哪会唱这款歌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写的。因为我拢唔敢讲，好，因为这酒家这款吼，我们那卡西吼夜总会吼活场吼，因为咱经过场足济，所以这训练吼，对阮对节奏、音感上，对我日后帮助真大。所以你问我唱歌、写歌，唱歌我还好，因为比我唱歌足济，但写歌，我知影，因为什么歌楼已经都在我心中。演练了不知道几百次了，所以写歌反而是一种，经过环境培养的我，不是现在的我，是因为环境造就的我能够很快速的上手是安尼。老师，你头拄我咧讲啊，公司10条，甲你买9条，啊，最后一条吼，安怎样这条王档的会去到钟平大哥伊的手底？当初尾也无人唱啊嘛。好，我有一个好朋友在艺界，我即马唔知方便讲伊名，讲名应该无要紧，伊嘛出过唱片，叫清国，伊就唱了的时，有一天伊就摕我的 demo 互李王中平咯，迄阵是听讲是某某公司的一个高层，内底就有人熟悉，讲。林美美，我会记是叫林，伊要叫林，迄是林美美嘛？我名应该是安尼，要叫伊唱。因讲嫌这个歌无气质，唔肯唱，不肯唱，迄是尾啊转述听到的，尾啊迄个高层佮甲封杀，听就是这样子。我就经过我一个朋友讲，清国甲我讲介绍讲要叫我钟平唱。咱讲真诶，一个初出来写的作者，咱没有选择权，那下面人唱，我同意啊，我没有什么不同意啊。所以我人生的头一首歌是伊帮我摕去亲戚买给搞拍歌。其实我那时候也心里想说，哇，10甫人来唱这个歌，结果伫电视台伫放送，我为了要头一届出唱片，我讲家己去唱片行买100袋。大出手呢，100袋。这100袋吼，我拢朋友捧场，1袋2袋，好，这嘛真笑过啊！爱去刷卡，银行打电话讲，你是毋是用诈骗？那买100袋讲1袋？问我是毋是安尼啦？其实当时也觉得说，莫名其妙，我买100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伊是关心啦。你要改。打电话来，迄个银行的联络人讲我清楚，讲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名字？你敢知这条歌谁写？我袂使安尼讲，虽然心安尼想，袂使安尼讲，但是他也是关心啦。但是就是让我记忆是原来一届买100袋是无正常，原来是如此。老师，但是真正足欢喜吼，因为咱头一摆歌卖出去，看到 CD 顶头印咱的名，我知影吼。你真正，你头拄仔伫咧讲，最后一粒白虎汤啊，最后一条路啊，我歌爱甲做好，唱片公司才会买。迄规批内底嘛有包含另外一条，一直流传到即马，足侪人爱听王世贤唱的《长线情》。当初咱写歌嘛是年轻嘛，炫技，写到登湾世角难度很高。我有一首歌叫《真心话》，嘛是出来电视顶啊讲。这主打8点档，其实我连真心话3字都毋捌听过啊。那样讲，因为朋友讲，你歌出来啊，主打歌王什么？台湾龙卷风我无可能，无可能，因为第一歌名毋是我的，第二我最近确实有卖唱片公司，但是迄是无到1个月前的代志啊。你若讲论时间要制作。1个月敢有可能？所以公司甲你买去了，随制作，佮甲你改歌名就对了。可能伊就知影这少年走袂去嘛，
吼，先来请做好编嘛，要出来先，才叫你来签字。我认为是安尼啦，实在是无要紧。我讲，咱初出社会，这度咱大家，咱在人啦，因为咱唔是要换钱嘛，咱是要换一个机会，所以我觉得无妨。结果真心话嘛是迄动嘛是轰动啊。有一个头家叫我去食饭讲话，伊讲宋先生，你拢无叫老师，宋先生，你认为吼，歌吼好听、好记、好学、好唱，倒一项上重要？伊甲我考试啊，我讲当然好听啊，我们完全没有做第二种选择。好，他说你来找我，伊说阮去唱片公司都是爱卖歌，你敢知影阮公司？爱什么歌？我讲当然是好听的歌。伊讲恁就是唔捌，所以足侪人拢迷失在好听这句话。咱唱片公司上出名就是好记嘛，好记就是好记啊。伊就讲好记上重要。我心里也不以为然啊，好记上重要，啊若无好听咧。好，尾啊伊就解释讲，老师一首歌若无好记、无好学、无好唱，敢会好听？我马上瞬间有点对哈，伊讲你认为好听，好听是你家想的，无即马唱片公司出来的歌，有当时嘛嫌啊，这歌敢会听你，无好听，问题无好听，头家会惊了。当然是一定是他认为好听或者适合这个歌手，所以袂使过来以自我为中心。我较早嘛是犯这问题，咱的。不能说文人相亲，咱经验足济，咱若师傅啊，这歌啊，这袂使，咱都会有一种自以为是。今麦我唔敢，因为我认为好听啦，到某某公司去，阿姨拢袂用。啊，人家讲，宋老师来，这首来签呢，这首也也袂。其实就会慢慢，我就会释怀，说其实不是我们歌好不好，是适不适合市场。咱较早的时代是听歌，观众朋友拢无咧唱歌，但是即马时代是大家咧唱麦克风啊！你互介意会晓唱歌，无好学，无好记，根本免讲要来提来唱，所以好听已经完全被排除到最后一名。好，所以答案就是好学、好记、好唱，这个歌才定义好听。今仔日来到现场，针对你过去写互伊唱的歌，为观众朋友重新再唱一摆。歌艺足好，台语的歌喉，林山带来这个歌吼，真正拢好学、好记，搁好唱。老师，我那一条一条用足侪心情对无？我即马若针对这个歌吼，我一定介意，但是别人有介意无，我唔敢保证，但是。我认为讲，我爱将这个词曲写到有深度。我到这个会吼，迄个心愿只小小的，你认同的，对我们是最大的鼓励。其他会红未红，其实我们可能已经可以放下。渐远的虚影，万语千言过后藏心肝，深情的海岸，剩我伫这。原来春天无你的爱遐尼寒，爱情变歌，我不知是。着啥一句无言着要来准线，明知影我的爱你惜你若是命，跳开山边甲海誓，一人一半。深海孤芳，找无靠岸，问天星。
渐远的鱼仔，万语千言假后藏心肝，深情的海花，剩我伫这。原来春天无你的爱遐尼寒，爱情变卦，我不知是为着啥，一句无缘着要来准线，明知影我的爱你惜你若是命，拆开山盟甲海誓，一人一半。情海孤芳，找无靠岸，问天星倒位有我的顶台，提心的爱孤孤单单，思念犹原停停踏踏，看你的背影消失伫海边线。是为着啥？一句无缘着要来准线，明知影我的爱你惜你若是命，拆开山盟甲海誓，一人一半。情海孤芳，找无靠岸，望天星。倒位有我的顶台，提心的爱孤孤单单，思念犹原停停踏踏，看你的背影消失伫海边线，看你的背影消失伫海边线。欢迎认真骨力，而且伊的歌艺众人拢肯定的台语歌后林珊，林珊姐好。国珍哥好，大家好，宋老师你好。老师，我跟你报告，林珊姐完全是看你的名字才来。是，今天是真正特别为宋老师而来的，因为其实我每张专辑里面会有几首我爱的歌，内底歌竟然呢，我爱的歌第一名就是宋老师写的。第一吗？对，知音哇，真的知音难寻。然后当然，规张专辑内底我可能有介意的歌，不过我会足奇怪我介意的歌可能拢排伫4名外，可能按对第5名、第6名安尼排落来。今仔所带来这几首宋老师的作品内底呢，我过来我家己去查一下哦，真正的第4名有一首是第4名，一首是放伫第5，一首是放伫第6。不过我跟你讲，我大概他们公司听的迄种感觉其实拢有点悬殊。我介意的歌的歌型就是像宋老师安尼的歌型。公司选的歌型其实伊是走较传统一点比较较要讲较大众的，较市场味的，对。不过其实老师甲林珊姐，咱拢已经看到歌迷家己的反应，是歌迷对这个歌的热情。林珊姐今日来唱的《风中歌》《鸳鸯泪》，是，这拢超过100万的点播，是观众听众家己自然就喜爱啊。然后我发现老师真正从他的名字当中，宋永谦。我以为伊是一个最严肃的人，不过其实我跟他发现，老师第一次见面，他是蛮健谈的，足幽默，足幽默。不过老师有甲我讲伊的名这个谦是特别好的。老师原来经过足侪考虑，才有这个笔名对不？其实我过去也是因为少年嘛，有时候年轻得志，我也是很喜欢风风光光，所以有时候得理不饶人，也袂使，
令各大男人主义的心态也会跑出来。所以当然经过一些社会所谓教师训练了，而且发现说，尤其伫平头把咱走进去，我嘛定心想讲，哇，咱多才多艺，结果野人出手千金，比你更大气。其实好像你的多才多艺只是为别人服务呢，咱心中有的那个自尊，怎么完全觉得好像不这么重要啦 ？Who care？ 所以我一阵就开始认为讲，原来这社会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。多少人讲我幽默，其实我是因为需要伫服务界，甲人咱讲伴拢，无我碰起，其实真的是也是蛮严肃的。今晚我这变林珊老师的粉丝，因为我都听听我歌，我都心想说，哇，原来我的歌写的不错，是因为他唱得好。谢谢。我真的只能说，我物件不要好啊，但是给林老师诠释以后，我自己觉得，真的是，我觉得我还可以，还可以吗？不是的，是问老师。还可以。我们都感觉得到，林珊姐今日足系全部的心情，要甲唱了比 CD 更加好。真的，因为唱到我的爱歌啊，我无啥物机会会使唱到专辑内底排伫5名6名的歌曲。今仔真正是过节目，刚好恁有这个平台，恁迄个无咧插讲主打歌，恁是真正心所爱的歌，我心所爱的歌，老师心所爱的歌。我相信大家介意的歌型都无共款啊，这没有说谁对谁错啊。你喜欢这个啊，我喜欢这个啊，大家互相分享这样子。老师头拄讲啊袂煞咧，谦，永远谦虚，永谦，这个名是到当时是你写王党的迄当阵才家己好的，还是搁较进前就好好啊？咱开始要用自己的名去写歌时，就需要一个笔名。我原来还有一个名字，最近嘛恢复本名宋子品，这个名其实最近我嘛是用这歌名加两个艺名来出来。这么宋子品是我的本名，本来我是无要讲啦，因为宋子品身边人无人知。但是重点对啦，宋永谦是什么人，我嘛定讲也没人会在意，因为艺界就是音乐界就是阮遮的人嘛差不多好朋友，你了解我，我知影你。唱片公司嘛这几间，所以你嘛知影我，我嘛知影你。所以我有时候谦虚是因为我也不太喜欢抛头露脸。其实我在进这节目前，我挣扎了很久。我定讲我的歌有什么意义？你还不是我，我也不是你。我能给社会或是大家这音乐性的节目，这些听众观众他们有什么样的启发？其实我这几天我很认真说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带一点什么来。老师带给阮真宝贵经验的分享，咱嘛体会到讲老师真正是认真佮顾谦的人。林珊姐嘛同款的，每一块专辑拢要挑战新的作风、新的歌路，有感觉才做伙。不是讲干那粉红超跑红就家己满足的人那个国珍哥真的有 follow 到嘞哈，那个伫粉红超跑进前有2首2块专辑，我有迄次公司嘛真好，我迄次试的你讲的有感觉才做伙较新台语，比新台语更较新一点嘛，迄可能真正做小众的人会去听到，不过爱听的伊会感觉足好听的。伊感觉咱有改变，对连续试2遍，两块专辑安尼试过了后好，咱看一下点阅率的，就了解讲这是小众的，还是有人在听我家己嘛就介意的。可是我们有试过了，好，我们又回来了，我们本来的轨道，粉红超跑安尼，伊是专辑以外的一个意外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其实我的专辑是在做抒情的。卡斯乐帮，对，那卡斯乐帮就被粉红超跑给有点声势掩盖过去了啦。所以其实这个是小众跟大众市场性，所以我都试了，对，那都很喜欢。讲真正就是安尼。今仔日甲宋老师相逢，但咱的节目中我看
我那开放你30秒，哈，教宋老师再来一个，嘿过来你讲的，嘿，伊的作品你拢足介意啊，是佫有想要唱倒一种歌咯，倒一种方向的歌。哦，老师，我今仔发现吼，伊润曲就快，你看安对王党的，遮久拢无来，教我今仔唱的《风中歌》，啊，佫有这个看你的背影，这歌我刚刚我拢唱着老师抒情的歌曲，那是不是我可以有这个机会，请老师写一首嘛，它轻快的哦？因为我感觉今嘛大家拢比较喜欢这种愉快的那个音乐。生活介有压力，咱来听一下轻松的音乐啊，所以唔知影老师是不是有这个？我感觉你应该写马上写好，我写好传了等你。啊，真的？你看这是咪？先传好再来。我代表老师，嘿，我唔敢甲答应啦吼，但我代表老师讲，拜托伊踮咱节目现场，印一个，互阮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，手印印到，伊就一定爱考虑安尼好啦吼。来，好来，闭起来嘛。闭起来，闭起来，对。哎呦，姐，对，爱起较大力了哦。嘿，用你全身躯的力量，起落去。老师请坐，林珊姐，请坐，等坐。老师，我讲真心话，请你继续写一条搁一条好听的风中歌，互阮这后辈继续看你的背影。好，老师多谢你，多谢林珊姐来开讲。心少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。林珊姐，我知影《风中歌》这条